我揀多次都係絕對會跳上嗰架飛機，然後嚟台灣讀書，因為只有嚟到呢度，我先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嘅嘢，然後先會係變成而家嘅我自己。喺台灣讀大學開闊咗我視野咯，你可以去學自己感興趣嘅嘢啦，咁就唔使好似香港啲教學咁樣比較可能死板啲啊咁樣，台灣就會比較自由開放少少啦。如果我用一句説話去總括我喺台灣讀大學嘅經驗咧，就真係多姿多彩。之前 Year One 嗰陣都有喺呢一度做過啲戶外演出嘅。嚟自香港嘅泳兒，中學開始就醉心於戲劇。佢喺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之後，決定嚟台北藝術大學讀書，追逐戲劇夢。喺中大嗰陣係讀中文系嘅，嗰4年呢就不務正業，基本上我玩劇社嘅時間係多過讀書嘅時間，咁就諗有冇機會將呢件事變成自己嘅職業。咁所以後尾就知道，原來台灣有好多大學都有戲劇系可以讀，咁所以就諗，咁報埋台灣嘅戲劇系啦咁樣。對我嚟講，好多事都好難忘，可能每個學期都會有大大小小嘅演出，每一個演出都會喺我心目中留低一個好深嘅印象，因為每一次可能演唔同嘅角色，帶俾我嘅感受或者學到嘅嘢都好唔同。6年嘅大學生涯，一定係好辛苦嘅，但係有幾辛苦，同時就有幾開心，有幾好玩。可以真正做自己想做嘅嘢，讀自己想做嘅嘢嘅時候，會覺得開心好多。咁泳兒未來有咩計劃同目標呢？會完成呢個 master 啦，咁然後喺課餘之外咧，有時間都有接一啲外面嘅演出嘅。咁希望可以成為一個我自己心目中想成為嘅演員。真心話不藏心裏，攜手通過大冒險不是問題。咁而家雕嘅就係初學者會學嘅一隻立體嘅天鵝仔啦。果雕方面，我有去參加呢個韓國嘅世界比賽，獲得金牌。畢竟呢樣嘢係之前完全冇接觸過嘅。咁由零到成品出嚟，再可以去參加比賽，即係得到嗰啲評審嘅認可，咁我覺得我係好有成就感啊！為咗興趣而嚟台灣讀書嘅，仲有就讀景文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嘅志峰同埋佢嘅同學樂瑤。煮嘢食咧係我唯一嘅興趣啦。咁啊，香港就冇嗰啲所謂嘅餐飲大學啊，咁我就諗住嚟台灣就可以享受下大學嘅生活，又可以增進下我嘅廚藝。其實我覺得獨處真係 not only 係真係獨處嘅，包括食品安全啊，或者係點樣去管理一間餐廳，教你點樣去做一啲財務報表，其實係涉及好多成個餐飲嘅系統都有咯。樂瑤同志峰嚟台灣讀書之後，都參加過唔少國際同本地嘅比賽，仲攞到好好嘅成績。好感激啊！因為其實我入嚟呢間大學嘅時候都冇預估到係有可以比賽，即係出國比賽啲機會，或者係本地比賽咁樣啦。跟住同埋，其實學校都提供咗好多資源俾我哋，有好多唔同優秀嘅師傅啦，佢哋都好肯教我哋。開心喺呢度，即係唔會話好大壓力啦。跟住同埋都識到好多朋友咁樣，大學生活都好充實啦。即係大家係向住同一個目標去奮鬥咁樣。咁呢度呢，就係師大本部校園啦。我記得我第一次真係踏足呢度嘅時候，見到啲紅磚又開晒啲小夜燈，我覺得我真係冇嚟錯地方。我係林雨彤啦，咁我英文名係 Holly。我今年喺師大即係台灣師範大學入面讀緊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，然之後雙主修國文學系。我諗心理學咧，歷年嚟都係大家非常之向往嘅一個系。比較多同學係會選擇即係喺大學期間去收集教程，
然之後畢業之後咧，咁就做輔導老師。如果係讀碩班嘅話，咁就要睇下你係讀邊一組。如果係輔導，即係諮商輔導嗰邊嘅話，就係做呢個諮商心理師。國文系又或者係中文系，係我由細到大都想讀嘅系。然之後台師大即係喺台灣入面都叫做係國文系係數一數二㗎啦。咁我當然係一直以嚟都會對呢個地方好想過嚟讀下睇下。我而家行喺文學院入面，我都會覺得當初嚟台灣讀書係一個冇錯嘅選擇。我覺得佢唔會令我後悔。因為我覺得嚟台灣讀書嘅話，係接觸到好多我以前根本冇辦法接觸到嘅嘢。港澳永久居民如果想到台灣升讀大學，可以經由海外聯招會嘅網站申請，大約喺每年11月起開放報名。另外，亦可以透過單獨招生嘅渠道，直接向心儀大學申請入學。中學畢業直接升讀大學固然係一條出路，但投身社會之後，亦都可以重返校園增值自己。就好似喺香港有7年航空業工作經驗嘅 Jason。過去嘅工作都係通常對住旅客啦。喺疫情期間又覺得其實貨運呢個方向咧，其實先至比較長期性。即係讀貨運其實係一嚟係補翻我自己嘅一個，即係以前我冇嘅 degree 啦。咁第二就係裝備自己。咁咧呢度就係我學校嘅航管理學系嘅系館啦。咁我平時我就係喺呢度上堂。喺呢度嘅得獎係比我本身嚟嘅預期係多好多嘅，即係喺呢度讀咗書係擴闊咗我嘅一啲世界觀啦。我依家讀嘅 logistics 係真係唔單止淨係 focus 喺航空貨運，我都需要認識埋唔同其他嘅一啲物流嘅方法，咁我先至能夠真係完全咁裝備自己。港澳學生喺台灣嘅大學畢業後，可以透過評點制等嘅方式申請留台工作。為咗更便利佢哋投入職場，台灣政府近年取消咗評點制嘅配額上限，並且鬆綁門檻。港生 Nina 就係畢業後選擇留台發展嘅其中一員。我大學畢業之後咧，就加入咗半導體產業，而家喺一個外國嘅微商設備商工作。我而家嘅工作咧係售前技術工程師，再加 account manager 啦。咁我係2014年喺香港中學畢業之後嚟台灣讀大學，嚟台灣讀嘅係清華大學嘅化學工程學系。我嗰陣時嚟清大咧揀化工系，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我好中意化學。嗰陣時又覺得哇，如果加上工程嘅話，咁個工程嘅女仔會好犀利，好吃香喎感覺。如果我用一句説話去總括我喺台灣讀大學嘅經驗咧，就真係多姿多彩。無論喺學業上面嘅部分啦，譬如你其實係可以收好多唔同外系嘅課程。第二個除咗學業之外咧，就係課外活動嘅部分。譬如清華大學其實可能就係有上100個社團，咁嗰陣時我都參加咗好幾個社團。當初我大學畢業嘅時候咧，其實基本上係冇乜考慮過返香港工作嘅，因為台灣嘅科技業嘅工作量其實係非常非常大，咁啊就業機會都好多，而且你往上嗰個薪資條件咧，其實個水準都唔差。Yes, that's exactly right. I'm not sure. I might need to. 其實我覺得香港學生喺台灣揾工咧，其實係有好大好大嘅優勢。第一個最大嘅優勢一定係我哋嘅英文咯。未來其實應該都會預計繼續喺台灣生活嘅，因為而家台灣生活嘅工作都好穩定啦，同埋我哋未來可能同我嘅另一半都有喺台灣可能買樓嘅規劃，所以未來的話應該長期都會喺台灣呢一邊生活。對台灣升學有興趣嘅朋友，歡迎掃描畫面上嘅 QR Code，了解更多升學資訊。